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8月16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4篇第9节到14节，约伯记12章第1节到25节，罗马书16章17节到2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提防。昨咱有讲到约伯的苦难。伫苦难了后，伊用非常长的时间来思想、来辩，也甲伊的朋友中间有激烈的辩论了后，伊对上帝的认识甲了解就愈来愈清楚。会有安尼的经历，是因为伊伫迄个顺境的中间失去迄个警醒。无有提防可能会发生的负面的生活，也因为安尼，当伊的灾难来的时阵，伊的信心一个就去互人甲拍倒去啊！伊嘛怀疑起上帝，伊的朋友嘛怀疑起这个约伯，是因为得罪上帝才遭遇到这个苦难。约伯伫面对家己的好朋友的质疑的时阵，嘛提出着反驳，甚至是讥刺。约伯记12章第1节到25节，约伯因所发讲有影，恁真正是敖人，恁死，智慧嘛甲恁做伙死。我甲恁同款会晓想，我无较输恁。恁讲这个代志，啥人毋知？我求叫上帝有应我，毋过我受同伴讥刺。正直无通指责的人，嘛会受人讥刺。生活好过的人，铁笑受着灾难的人，灾会得当等人跋倒失败。灾难的加兴旺，强盗的加兴旺。惹上帝受气的人平安无事，因换靠的是家己的气力，去问走兽，因会教你；去问空中的飞鸟，因会甲你讲；去问地上的树木，因会教你；海中的鱼嘛会甲你说明。这一切因拢知，是上主的手所做。一切动物的性命，甲所有人类的活命，拢伫伊的手内。咱用耳孔听话，用嘴试滋味，年岁济有智慧，岁数长的有见识。智慧甲能力拢伫上帝，伊有计策甲见识。伊听会的人袂当搁去做。伊关禁的人袂当搁偷放，伊无落雨地就抗旱，伊落雨水就泛滥。权能甲智慧拢在伫伊，受迷惑甲迷惑的人嘛拢属伫伊。伊互参谋受掠，汤体示众。互审判官变做戆人，伊解除君王的权力，用腰带甲因绑起来。伊互祭司受掠，汤体示众，搁推翻有权力的人。伊禁止有地位的人讲话，抢夺长老的裁决权。伊互贵族受凌辱，解除权力者的权柄。伊对黑暗显示奥秘，对死荫发出光明。伊互国家兴旺，嘛甲伊毁灭；伊互国家扩展，嘛互伊衰微。伊互人民的领袖失去见识，互因伫旷野漂流，行无路，因无光，伫黑暗中蒙来蒙去。伊互因亲像酒醉的人颠来颠去，看来愈是自认为有智慧的人，愈着爱学习来提防、
警醒，免得家己互家己掠做事的智慧来遮扣。主祷文的中间，耶稣基督教导咱着爱讲救阮脱离迄个凶恶，免得入地去，就是要爱有提防，爱有警醒，爱有谨慎。保罗伫写互罗马教会基督徒的批信，罗马书16章17节到20节，安尼讲着：兄弟姊妹，我苦劝恁，着小心提防遐会制造分裂，互恁犯罪，违背恁所领受教示遐的人。因为即款人毋是做仆人伫服侍咱的主基督，是伫顾家己的腹肚，用花言巧语诱惑老实人的心。因为恁的顺服，众人已经拢知，所以我为着恁欢喜，我爱恁对好事着巧，对歹事着戆。赐平安的上帝真紧就会将撒旦打碎，互伊屈服伫恁的骹下。愿咱的主耶稣的恩惠甲恁同在。什么款的人会失去警醒呢？通常是拢遐个自认为无有问题，自认为家己是有智慧，自认为家己是有气力的人，所以因才会入地迷惑。咱来看圣经的历史中间，大卫王伊捌犯了的错，所罗门王伊所带予以色列国家后代的祸患，拢是因为伤过有把握。无有提防，就进入伫迄个罪的诱惑的中间。恳求主帮助咱。诗篇34篇第9节到14节，上主的圣的子民啊，着敬畏伊，因为敬畏伊的人拢无欠缺。少壮的师嘛会欠缺会枵。毋过，追求上主的人，什么好物拢无欠。细囝着来听，我要教示恁敬畏上主。恁中间啥人意爱性命，会爱长岁寿通享福。着禁家己的嘴无讲歹话，禁止喙唇无讲诡诈。着拒绝歹做好事，热心追求和平。恳求上帝赏赐阮智慧，互阮有敬畏的心、顺服的心、遵守改变的意愿，来得到主的保守，互阮时刻提防遐会恶甲罪的教，无入地迷惑，会通赢过一切恶的诱惑。感谢基督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